細佬們，新嘅一年，老喜又陪你一齊打機啦！今日嚟睇下今年2024年最值得期待嘅5款國產遊戲，你哋準備好顯卡未啊？最後一款嘅遊戲係基於鼎鼎大名嘅《王者榮耀》手遊嚟開發嘅喎，黑神話悟空呢一款就唔使多講啦，肯定係今年熱度最高嘅國產遊戲之一啦，甚至可以講係今年最值得期待嘅遊戲之一，講今年8月20號發售嘅一款動作角色扮演遊戲，為咗探索傳說嘅真相而踏上咗一條驚心動魄嘅西遊之路。話佢熱度高，係因為國內首部響視覺上媲美當今一流嘅大作，背景故事都係我哋熟悉嘅神話故事《西遊記》上面。諗起當年明明三國故事係我哋國家嘅古仔嚟啊嘛，就俾架仔攞去做成佢哋嘅 game 喎，諗下都心酸。代號56係一款第三人稱嘅 PVE 射擊遊戲，係廢土 feel 嘅喎，亦都係網易旗下北洛師門工作室製作。呢個遊戲嘅特色係手機同埋電腦都可以遊玩，畫面上相當唔錯，俾人一種好爽嘅無限火力嘅感覺。關卡設定有少少似遺跡2嘅挑戰關卡，採用咗類開放世界嘅玩法，利用純粹嘅射擊玩法去搞掂副本敵人，並且仲有豐富嘅天賦同埋槍械，有住咁樣嘅畫面同埋玩法，咁肯定係值得關注噶啦。燕文16聲呢一款係國產嘅武俠風開放性世界動作角色扮演遊戲，有 PC 端同埋移動端，故事背景係唐朝同埋宋朝中間嘅5代十國時期，契丹為首嘅異族入侵中原，成個國家民不聊生。識歷史嘅都知道呢一個時期係紛爭亂鬥最嚴重嘅時期之一，玩家就扮演咗一個劍客，穿梭響呢一個亂世入邊。遊戲引入咗好多嘅中式解密同埋動作玩法，還中原大地一個光明。王者榮耀世界聽個閪名，你就知道係按照王者榮耀為基礎嚟創作嘅王者榮耀世界，採用咗完全唔一樣嘅開放世界 RPG， 用自己嘅視角嚟進入呢個王者大陸，你會遇到王者榮耀成日出現嘅嗰啲英雄人物嚟探索佢哋嘅古仔同埋秘密。雖然呢企鵝企業嘅遊戲都係相當一般般嘅，但係睇個演示都係睇到唔少嘅希望喎。更多資訊關注起笑。